总统府主席郭宽敏2月27过身，对今开始开放5天的时间，予大家去哀悼。这悼念的地点设伫咧台湾制宪基金会大会议室。行政院长陈建仁、监察院长陈菊等人拢有来遮致意。总统府主席郭宽敏过身，享受97岁，徛伫台北松江路的台湾制宪基金会，嘛自初一开放挂界来哀悼。行政院长陈建仁献花致意，媒体唔讲，敢会唔敢，伊敢若等头，伫入口处签名写讲捍卫台湾主权精神，会伫台湾人心中来甲致敬。监察院长陈菊嘛来到现场，同款表达感谢郭宽敏坚持台湾主体性，守护台湾。我们是从今天早上9点到晚上7点，一路维持5天到礼拜天那我们这个活动是都开放一般民众来，那大家一起来缅怀故先生这样。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马上回拿致哀。台湾制宪基金会表示，追思会场会对3月初1开放到3月初5。基金会是郭宽敏4年前家父所成立的，专职制宪运动，实现伊追求建构新国家的理想，嘛甲推动台湾国家正常化当作目标。伊嘛不为着执政的民进党对制宪的态度无同，表达不满。政府要修宪呢？我要制宪呢，所以意见也无相，我就只好我退嘛。台湾的共识啊，是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嘛？你敢看无呢？你讲唔知影呢？基金会表示，这届追思会以极风的马歇来形容伊的一生为理念打拼。除了这场追思会，所落来嘛，阁有无共地点的追思纪念活动，会阁对外公布。记者连日续开台北采访报道。